哎呀，一边去！好冷啊！哎，今天喝个果茶吧。行了，来点黄油，再来点炒米，放干肉，把奶茶一倒。再放点酒壳，剩下这些炒米奶油拌炒米吧，放点白糖，果茶好了，先进大自然。哎，果茶好了。新的一天从一口茶开始。吃一口奶油拌炒米。